兄弟姊妹吼，咱会当看到伊的这首曲的第二谱表。第二谱表伊的后壁，丢手我来到伊的面前，后壁阁有2粒音哦吼。丢手我来到伊的面前，吼，伊的面前是安尼唱的，好，咱对头阁来一届哦。第一谱表唱2届哦。全地定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服侍主上帝。搁一届，全地定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服侍主上帝。有唱我来到伊面前，有唱我来到伊的面前，全地定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服侍。第二节，恁着在有着自在是上帝，咱是主，主也是的，恁着在有着自在是上帝，主，主也是的，拢最主面操着伊有，拢最主面操着的有，全地定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服侍主上帝。好，来，咱来唱第2首的圣诗348首。求主驾是阮祈祷。来，求主驾是阮祈祷，好得滚将对你途，使阮心心都平定，听你声音高明亮，求你阿路救我基督，你的家子欠你救他，老我所求好你旨意，愿你让阮献出主笔，搁一届，求主驾是阮基督，何得吞将对你途，使阮心心都坚定，听你声音较明亮，求你阿路救我基督，的家子欠你救他，阮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让阮献出主笔。第1节的歌词头前好打群情哦吼，群情好。咱搁要来唱一首，这首《主祷文》是咱怡娟牧师所写的曲吼。等下伊讲道的时阵，要邀请咱大家来唱这首《主祷文》，因为咱毋捌听过，所以我邀请圣歌队先唱一届，互大家听一届吼。愿伫天你的马，愿你的名声，你的歌。
听的一首歌，咱做伙来对头来吼。来，愿你天你的美，愿你的名声，你的歌临到你的子弟，这地地亲像地天。我的日是给你好运，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有啥物辜负我的人，无得错误的地址，着叫我脱离歹的，因为孤困了，阳光落在你手，代代不尽。咱搁唱一届，较熟的吼，安尼等下牧师咧讲道的阵，咱较袂袂记。最后一届哦。愿你天你的美，愿你的名声，你的歌临到你的子弟，这地地亲像地天。我的日是给你好运，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有啥物辜负我的人，有得错误的地址，着叫我脱离歹的，因为孤困了，阳光落在你手，代代不尽。好，咱今日团练圣诗就到这，时间交互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搁一届来到主的圣殿，要来调祭主。你是毋是有备办心，要来听主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咧轻轻听，我的无遮临听我的声。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咧轻轻听，我的无遮临听我的声。伊是大无遮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无遮奇妙的主宰，伊的
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伊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伊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伊的幽灵嘛伊的声，伊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伊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伊的幽灵听伊的声。伊的幽灵听伊的声，伊的幽灵听伊的声。主咧叫咱人着做真光的灯，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枝一花，美是照光明。真世间有黑暗，济济人着担，咱着照伊光，一人一第一再搁一届，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枝花，美是照光明。这世间有黑暗，济济人着担，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工。好，这时你甲你的正面倒面头前后壁讲，主咧叫你，嘛咧叫我。叫你嘛咧叫我。咱为头搁来吟一届，咱用喜乐的心来唱这首诗歌。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枝一花，美是照光明。这世间有黑暗，济济人着担，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工。主在叫咱人归因光予伊，咱的光若无明，要予伊欢喜。你若看世间，亲像那黑暗，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工。第三站，主在叫咱人当为做光灯，咱有做黑忧闷，这做心无明。看世间是黑暗，那亲像黑梦，咱着照伊光，一人第三站搁一届。主在叫咱人当为做光灯，咱有做黑忧闷，这做心无明。看世间是黑暗，那亲像黑梦，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咱着照伊光，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工，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工。哈利路亚！阿你敢有要遵守上帝的命令？门。咱着做真光来甲咱的环境、甲咱的家庭、咱服侍的所在，会当荣耀上帝。咱用主的祈祷文来唱。你的名，我你的名是，你的高领导，你的旨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一生今仔日予我，赦免我的过负，亲像原来有赦免辜负我的人，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伫错我的脾气，就永远脱离迄个歹的。
邀请咱大家起立，用这主祷文献上咱的祈祷。我的天你的美，我你的名声，你的高灵高，你的旨正天地里，亲像的天里，我的日心今仔日予我，啥物阮的辜负，亲像阮若有啥物辜负阮的人，啥物辜负阮的人，无你带我你日子，就叫阮听你迄个歹言，因为孤款灵因果，拢是你所有，来无尽，啥物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啥物辜负阮的人，啥物辜负阮的人，无你带我的日子，就叫阮听你迄个歹言，因为孤款灵因果，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阮伫天地的爸，愿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惠满满。阮大人所经历你的方式是无共款，有人就出世伫个基督的家庭，有人是第一代被你所敬掉。主啊，阮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荣耀，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得到你的疼惜。主啊，帮助阮，帮助阮行伫你的道路顶面，互阮会当真正活出基督徒的性命。主啊，求你赦免阮的辜负，求你赦免阮的辜负。阮有得失着人，得失着上帝。阮求你搁一摆来清洁阮的心，帮助阮，帮助阮，会当亲近你。主啊，这是阮内心的祈祷。阮有一个话要来对你讲，阮嘛要来对你来领受。主帮助阮，赦免阮的辜负。举起咱的双手，啥物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啥物辜负阮的人，啥物辜负阮的人，无你带我的日子，就叫阮听你迄个歹言，因为孤款灵因果，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主啊，愿你欢喜阮今日所敬拜的，求你充满伫这个圣殿，充满伫阮逐人的心，对阮的性命搁一摆来讲话。透过今日牧师要对阮讲的主题，搁一摆来开拓阮，帮助阮，搁较深来明白主祷文的意义。主，阮感谢你，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
耶和华，你的所做怎样遐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无知的人袂晓得，愚钝的人也袂明白这个。歹人发生亲像草，一切做歹的人木生的时，正是因被灭无到永远。总是耶和华，你是至高，直到永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同心起立来唱欢喜的诗歌，全地中属主上帝来唱歌，新圣诗229首，咱吟全首。全地中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赛主上帝。全地中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赛主上帝。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全地中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赛主上帝。恁着知有着主宰是上帝，咱是创造的也是的。恁着知有着主宰是上帝，咱是创造的也是的。咱着伊主面草场的羊，咱做伊主面草场的羊，全地中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赛主上帝，着因感谢来进你的门，也因我路来进你的门，着因感谢来进你的门，也因我路来进你的门，着感谢伊哦罗伊的名，着感谢伊哦罗伊的名，着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赛主上帝。为上主是一段高吉好，你的民主我永远袂回眸，因为上主是一段吉好，你的民主我永远袂回眸，伊的亲是伫更后万世代，伊的亲是伫更后万世代，全地中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赛主上帝。兄弟，请坐。这是咱阿头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阿爸上帝，阮的主，你爱阮常常欢喜，不时无定的祈祷，凡事感谢，因为你有主权决定你的旨意，总是因为你的听甲恩典，有拥吻你的囝儿来表达阮的心意，有特权参与伫你所要做的决定，求你赐阮开放、顺服、感恩的心，来接纳有下伫你旨意的应允。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思阮平安。阿门。所在人同心来启应，伫新信息后壁面启应文30诗篇121，启应文30诗篇121。现着兄弟，我来启，大家来应。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
以色列的保护者袂翳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这达款灾难。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刷者是圣歌队献诗，今所要献的是靠主恩典奇妙溃力的保护。刷者，咱们听出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现着兄弟，恁来看，我来读。马太福音第9节，第6章第9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以上。现在请起立，咱做伙来读主祷文，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
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下面是咱余杰牧师要讲道。今仔日所要讨论的信息是主导文的精髓，主导文的真谛。我将时间交予余杰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因为靠主恩典奇妙的保护，互咱逐人的生命会当伫主的面前来得到这个快乐。头拄圣歌对所吟，圣诗605首，一首的歌非常的水。如果咱搁看圣诗的解说，这首歌的歌词是啥物人做的？是德国神学家叫做潘霍华。这个伊嘛是一位牧师，一位神学家，一位教授。伫当时，因为伊反对这个纳粹党的暴政，伊牺牲伊的性命。所以头拄所吟的这首的圣诗，是伊伫互人掠去监狱内面，伫迄个中间真艰难的中间，伊所写出的一个祈祷文。这首歌的祈祷文讲到真水，伊讲：主奇妙的恩典咧保护我静心来听候主为我所安排的道路。真侪时阵，咱的人生，咱每一日，咱的期待无一定，咱所发生的代志无一定是照咱所美好的期待来发生。真侪代志，咱毋茫拢真顺遂，总是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遮的艰难，伫咧压迫咱。亲像第2节歌词讲，撒旦困迫咱的心，互咱真艰苦。安尼时阵要安怎？只有透过祈祷，伫祈祷的中间，求上帝来帮助咱。歌词继续伫第3节佫讲：你所听互我的苦杯到满出来，这个苦杯就亲像耶稣，伊要上受难的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阵，伊到伫克西马尼园，伊上帝祈祷讲：主啊，设使这个苦杯会当离开我，你互伊离开。总是，如果这个苦杯是你爱我啉的，安尼我甲啉落去。意思就是讲，如果这个苦难、这个艰难、这个压迫临到，是伫你的旨意的下面，是你为我所安排，安尼我顺服。愿主帮助咱，伫主祷文的中间，咱会当来超找着上帝，互咱祈祷的快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欢喜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伫遮来敬拜、来服侍、来学乐，互阮搁一摆，伫每一届主日伫咧朝见你的面的时阵，阮就来思考伫阮的生命中间，我要怎样伫学习照上帝你所安排阮的道路，互阮会当伫信仰的操练中间来得到精炼。主帮助阮。互阮静心来听候，主你所为阮安排人生每一个坎站的道路。就算有苦杯，有喜乐的杯，阮拢愿意豆豆伫主你的面前恬静来顺服，来听候，来思考，来领受。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帝创造人甲动物有一个真大无共款，就是人有灵性，这是动物所无的。人会当合上双手，然后双脚跪落伫上帝面前，上帝来祈祷、来恳求、来感谢。这嘛是动物所袂当的。有时咱讲狗嘛是真有力，有人讲，狗嘛是足知影人的心啦。嘛做大心的嘛，总是狗伊敢会晓上帝来祈祷咧？伊袂晓。所以人类一个真特别，上帝互人的礼物，就是咱会当上帝来祈祷。祈祷通讲是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呼吸，属灵的呼吸。人的灵命若要活跳，要苏醒。灵命，人讲要有活泼的灵命，要有奋心的灵命，
要有坚定的灵命，要有活泼的灵命，但是要安怎活泼？要有安尼的灵命，只有透过操练祈祷，这就亲像咱人要活了好势，咱的呼吸的功能爱运作了真舒适、真好势，安尼才当保持咱的生命行伫一个真健康的道路。所以祈祷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咧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什么是祈祷？祈祷就是人甲上帝咧讲话，唔若干那讲话尔，佮有一个境界是咱在听上帝对咱讲话。所以咧祈祷，唔若咱人一直讲，上时咱嘛咧听。所以咱伫祈祷的中间，咱爱留一个空间，互上帝嘛会当对咱来讲话。所以祈祷毋是足急的，吼爱叨叨安尼细细念一念。咱祈祷伫迄个祈祷的过程的中间，圣神嘛伫咧做工，咧帮助咱详细听到上帝对咱的心意。咱知影关系建立，甲一个人关系建立，咱爱透过甲伊谈话，吼分享、开讲的过程中间，咱会当哪来熟悉即个人。这个亲像祈祷，咱甲上帝咧祈祷的过程，安那，互咱更较熟悉上帝，更较明白上帝。所以基督徒即使无甲上帝讲话，咱甲上帝的关系就会真清楚、远离，好亲像无熟悉的朋友。所以无祈祷灵性真恶的进步。吼，真侪长老教会信徒拢有一个通病，吼，拢会来做礼拜，嘛真够服侍，总是若讲到祈祷吼，一半以上的人拢真惊。吼，伫过去的经验内面，有时要叫人祈祷，拢有时爱先事先甲伊先讲一下，啊，某某人较等请你祈祷，安那。过去嘛有真侪人，你雄雄叫伊祈祷，伊会不高兴咧。讲我无准备好势，好，这是毋是嘛？是咱的一个心境，往往的一个心境。总是咱是上帝的囝儿，咱随时就是准备好势要甲上帝讲话啊。就好亲像咱甲咱的老爸老母，咱敢在一个打草稿，我们不需要打草稿，咱有话就是真自然、真诚的就安尼讲出来。伫路加福音第3章21节。耶稣讲到，耶稣受洗礼、祈祷的时发生什么代志？天开，耶稣受洗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天开是表示什么？天开是表示上帝欢喜，上帝高兴，上帝接纳耶稣。好，上帝的祝福要临到，就亲像当人咧弄门，咱甲开门。就表示欢迎，所以咱祈祷就是要来弄这个上帝对咱安排，对咱的，要互咱的礼物，这个门咱要甲伊敲门。所以，如果是有人在你心外叩门，你得安那，你要赶快开门。有时你甲你叩门的是上帝咧甲你敲敲门，所以祈祷就是要来拍开这个天的门。伫路加福音11章第9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请。耶稣说：“耶稣讲，祈求就互恁，吹就吹着，拍门就甲恁开门。”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上帝伊就为咱安那拍开这个稳定的门。这是耶稣家己讲的，伊讲你若求，就要互你，求就互你。有时咱唔敢求。有时候求是不敢求，有时是妄求，妄求就是超过啊，为着家己的，无合理上帝的安排甲心意内面。耶稣继续讲，找就互恁找见，要找上帝，到底是人找上帝，还是上帝找咱？其实是上帝咧找人。有时咱讲，我真意爱来听福音的真理，今日捌伫教会有一个真奇妙的气力，引带吼
真侪人是用一个真奇妙的机会来到伫教会，然后伊决心要来成做基督徒，伊嘛莫名其妙，毋知是啥物种的快乐，太互伊有迄个勇气行入来。其实就是上帝已经伫你的生命中间，早就咧甲你弄门，早就咧甲你准备这条信用上帝的道路，只是咱还未准备好势。总是当遮的环境拢备办好势的时阵，你的心嘛伫一个真刻薄的下面，上帝就用真奇妙的方式，甲你带来伫伊的面前。所以找就要找去，其实上帝早就咧找咱。然后你弄门，你拍门的，你甲上帝拍门，上帝绝对甲你开门。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咱毋免惊。照上帝所予咱的，上帝的确会赏赐，超越咱所想象的。伫希伯来书第4章16节，咱来读。咱着好打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稳定，做及时的帮助。咱着好打来就近稳定的座位。希伯来书这段的经文讲到，人祈祷的态度，甲所会当得到的好处是甚物？态度是甚物？人就爱好打，就是坦然无惧，坦然伫上帝面前。好歹，咱拢坦然伫上帝面前。然后对伫祈祷，咱要得到什么种的好处甲帮助？就是得到上帝的怜悯、恩惠甲帮助。就亲像圣歌对所吟这首圣诗讲：虽然撒旦困逼我，凶恶路径，我也背迄个重担，我也无法度来赢过，心灵有惊吓。总是安那，主上帝，伊亲切地在招呼咱，他亲切的在招呼着我们，在等待着我们。所以祈祷态度坦然无惊吓，然后咱通得到上帝怜悯、恩惠甲帮助。什么人会当祈祷？通常咱长老教会一个传统吼，团契也好。每一个团契安尼聚会，通常拢感觉讲就是会长，才会干部祈祷。其实祈祷是每个人拢会当祈祷，每个人都可以祷告。上好的祈祷是甚物？有时咱会讲啊，我的祈祷无够好，我歹势，毋知安尼祈祷可不可以搬上台面？其实祈祷上帝拢听，用真心、真诚的声音说出想说的话。对心灵发出简单佮自然的言语，安尼就是一个上好的祈祷。所以打了后，如果咱有机会祈祷，咱爱安那抢先，这是一个福分，自愿会当勇敢来表达。一句话安尼讲，做祈祷就做快乐，人若无祈祷就安那无快乐。你若少少的祈祷，就少少的快乐。来，咱读这句话哦：做祈祷做快乐，少祈祷少快乐，无祈祷就无快乐。所以，咱每一届礼拜日要来到伫上帝面前，到底咱是对当时就开始爱准备啊？其实礼拜准备就是对咱伫咱的厝开始啊，毋是来伫教会来伫圣殿才开始准备，甚至咱伫拜六就开始。在准备咱的心嘛，迄个备办爱伫咱的服侍的进程。上帝要看的是看到咱这个备办的心。譬如讲，咱要奉献，嘛是伫进前就已经准备好势。所以做祈祷做快乐，你若伫服侍进前有真侪祈祷，真侪的注意，真侪的关心，你就真有快乐。总是你若少少的祈祷，就少少的快乐；无祈祷，佫较免讲，就无快乐，嘛找袂到服侍的迄种的意义。伫遮咱来看到耶稣，耶稣是一个祈祷，伊的祈祷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模范典范。头拄我所讲过，伊要面对这个受苦的道路的时阵，
伊到伫克西马尼园，我真爱耶稣所祈祷的这段经文。当咧读圣经，发现有这段经文时阵，实在是会当鼓励咱的人生吼。咱做伙甲上帝耶稣所祈祷的这段经文，咱甲伊读来。阿爸爸啊，你万事拢会，愿你互这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啊，咱的华语嘛，也读一次。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对这个祈祷文，咱会当读出，会当感觉到，耶稣伊有人性，伊嘛是一个人。伫人的中间，当一个人伊知影伊要互人定十字架时阵，伊会惊无？就好亲像咱知影讲。咱今仔日要接受一个真大的开刀手术，也是要互医生诊断什么种的一个判断。如果咱知的时阵，咱心内嘛真惊吓。要接受一个治疗，甲一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咱嘛真惊吓。这个苦难要临到，病痛要临到，也是咱处理一个大的变化，艰难压迫，咱真惊吓。耶稣嘛同款。伊有艰难，伊会惊，伊会痛，伊有感受，伊有情绪，伊有感觉。所以伊甲阿爸爸上帝讲啊，伊讲愿你互这个杯离开我。这句就显出伊伫人的顶面，伊所惊吓的，伊嘛想无爱接受。总是后面这句是一个真大的重点，甲变化转折。伊讲总是伊的求。愿上帝毋是照耶稣伊家己本身所爱，愿上帝照你所爱。你若为阮是准备安尼，若是即个苦杯是上帝伫你的命定、你的安排、你的旨意，安尼安那，耶稣讲安尼，伊顺服，意思是安尼。所以对遮来看到耶稣即个祈祷，互咱看到，祷告毋是咧命令、控制。上帝来按照咱所爱来求来实现，祷告嘛毋是要来改变上帝的计划，祈祷嘛毋是爱上帝来为我做啥物工。那安尼到底啥物是祈祷？祈祷是要互人来明白、来知影上帝的计划。祈祷是要爱人会当甲上帝同工。祈祷是将代志。将事项来甲伊交托，有时阵咱祈祷了后吼，咱感觉讲有啊，我有交托，我祈祷出去啊。总是祈祷了后，马上咱阁甲迄个答案啊摕来伫咱的肩胛头一个担，就好亲像咱上了公车吼，咱本来背着一个很重的包包，我们就暂时卸下。总是有时咱袂记住，咱阁伊甲歹咧。有时咱祈祷出去，咱阁甲摕转来，阁歹伫咱家己的肩胛头。佮派伫咱家己的心灵的郁卒、心灵的重担内面，所以祈祷交托就是你完全祈祷了后，你就亲像倒伫即个草坪，咱捌倒伫即个绿色的草坪，做轻松，好伫遐咧看云、看天空，享受那一种的很轻松的感觉。所以即个交托，就是咱亲像咱倒伫即个草地上，咱拢无即个重担。今仔日祈祷文有一天，耶稣的学生伊看见耶稣伫咧祈祷，就真心神吼。所以学生就甲耶稣讲：“主啊，请你教示阮来祈祷，请你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耶稣伊怎样教导学生祈祷？耶稣讲：“恁祈祷的时，就讲，就是咱的主祷文，会才会来。”所以主祷文通讲是学习咱人要学习祈祷上好的一个教材。好，如果你感觉你袂晓祈祷，袂要紧，咱对每一天开始读这个用主祷文来成做你的祈祷，安尼来帮助咱
操练祈祷。咱伫礼拜中间，或者伫咱的生活、咱的聚会，真侪时阵拢会读祈祷文。读祈祷文，毋是用念的，好像念诵，毋是干那喙伫遐念出来尔。祈祷文，当咱咧读的时阵，咱要家己真正当作是咱的祈祷。安尼，祈祷文才当发挥伊的功效。阮伫天里的爸，咱伫咧祈祷是真正。甲即个上帝的名安那尊伊最大，尊伊最圣。伫遮若讲到愿主你的国临到，咱心内就爱阿门是安尼。愿主你的旨意伫城伫地，亲像伫天里。咧读的时阵思考一下，然后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去思考上帝有互你欠用吗？咱每一工食清。拢非常的富裕，人讲盛个丰盛有余嘛。主啊，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读到这，咱就爱去想，主啊，阁有啥物代志伫我的心中，是我所袂当赦免的？读到这，就是咧提醒咱爱赦免，亲像上帝，你有已经赦免我。然后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主啊！每一日拢有遮个困迫艰难临到，有遮个挑战，所以是主你互我安那，会当脱离，互我有气力来抵挡遮个试炼。所以对主祷文，咱当看到耶稣基督的祈祷有4个真大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大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经文讲，独大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就遮个拢要煞互恁。就遮个就是咧指咱所欠用的，咱所欠缺的，上帝会一项一项来赏赐互你。所以独大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第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讲到，就是咱爱有知足的心，伫祈祷的中间，咱也将咱知足满足的心来献伫上帝的面前。咱讲知足怎么样？常乐，会快乐，就是咱有知足。第三，一个原则就是赦免人，咱咧祈祷的中间，上帝嘛讲，为着你的去听你的对敌。为着你的对敌来祈祷，所以赦免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伫祈祷的中间，咱来赦免。第四，一个原则，就是求主带咱来脱离迄个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但是试探有缘伫咱的生活的每一时刻啊。咱咧求的是求上帝，你互我有气力、有智慧来面对遮个试探，毋是完全拢无，乃是互我伫迄个处境的中间，我有气力来面对。所以伫咱的社会环境、咱的生活的环境，包括咱的心思，好，咱讲心思就是一个战场，这拢属于一个属灵征战，咱的环境。好，不管是有形无形的这样环境，拢充满着属灵的竞争，所以咱就需要用属灵的武器来面对这样竞争，不是用人的血气，用人的血气咱就会倒，咱来用属灵的武器来祈祷，就亲像以弗所书第6章，咱做伙来读，这个经保罗讲着信徒爱安那，爱穿上帝全副的战甲。互咱话来抵敌魔鬼的诡计，咱来穿上帝全副的战甲。然后信徒嘛爱安那，爱用神的剑，就是上帝的话，也着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后面这句，时时伫圣神来安那来祈祷。所以就遮着讲到，咱咧祈祷的时阵，着爱伫圣神的内面。伫上帝内面，
所以祈祷的时阵，为什么要祈祷？因为祈祷的时阵，咱的心思意念就会受到圣神的保守。若无祈祷，真侪时阵，咱是容易照家己的意思，照家己的感觉来想来行。19世纪英国的报道家斯布真，伊讲过一句话真水，伊讲我们若常祷告，就越会祷告。我们应常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借着继续祷告来使祷告怎么样？继续。好，你若哪祈祷，你就哪会晓祈祷。所以祈祷是咱一个人要改变，嘛是教会要改变、要复兴的一个源头。教会每一礼拜三拢有一个祈祷会。为什么教会要有祈祷会？因为这个祈祷真重要。透过真规律的查考圣经，然后明白上帝的话语，吸收上帝才属灵的美流，咱有气力祈祷。真侪教会，嘛有200-300人的聚会的教会，所有的这个教会聚会内容，上少人数往往是甚物？往往是祈祷会。好，如果咱有机会看到别人教会周报是安尼吼，我安尼甲伊安尼看起来，真侪大教会，甚至可能有200-300个人的教会，总是若看到伊的周报，看到祈祷会啊，怎么10多个、20几个？好，总是若团契聚会，可能人真多哦吼，30-40个拢有可能。啊，若祈祷会，可见祈祷爱付上这个代价。毋是遐尼简单，好，所以伫遮要来鼓舞咱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比喻这个祈祷的操练。拜三的祈祷会，说使咱会使，咱尽量拨出咱的时间，咱会当的时间做伙来参加。因为祈祷就是伫咧守望教会，伫咧点着教会复兴的火。一句话安尼讲，祷告不是把上帝带到我们身边而是把我们怎么样引向上帝。好，不是讲上帝把你诱来，是咱到伫上帝的迄边。所以会记住，咱搁做伙读一解，做做祈祷，做做开力；少少祈祷，少少开力。若无祈祷，就无开力。无祈祷就真正无开力，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来做几项事的祈祷。检测伫你的心中，伫这个时阵，你拄着真侪艰难压迫你，撒旦困迫你的心，逼到你真艰苦。检测你也环境真险恶、险恶的环境，伫你的生命的中间，你背动荡，互你无法度得到轻松。第一项，为着你现主时你所拄着的艰难来祈祷，你甚至嘛当将你的手摸伫你的心的中间。好，你倒位痛，检查你这个时阵面对你病痛。好，你有一个人所唔知会痛痛伫你的心中，你厝里的人破病，你常常伫咧操心，你常常伫咧郁卒，你这个痛唔知要安怎透，咱来到伫上帝面前，这时阵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将你的手下伫你感觉你真痛痛的所在，伫遮你来祈祷，为着你的艰难、你的病痛，甚至是厝里的人所拄着的艰难，你唔知要安怎协助伊，你只有会当替伊祈祷。这个时阵，咱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主上帝，我在你面前恳求你，主阮的艰难只有主你知。主伫阮的中间有这个病痛、身躯病痛，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的兄弟姊妹，主我恳求你来帮助因，来勇敢面对，伫艰难的中间，无放弃上帝，无放弃继续来仰望上帝的开力。主检测伫阮的中间，也有兄弟姊妹因的亲人拄着这个病痛，因无法度来出主意、来关心、来帮助，只会当来祈祷尔。
主恳求你，夫妻这兄弟姊妹，主啊，将这个帮助也指引着因会行离世世，因会厝里的人。主啊，感谢伫阮中间有兄弟姊妹伫工作拄着这个挫折，无顺遂，上帝求你帮助因，互因伫工作的中间来刚强壮大，互主你来为因安排每一个真好的一个旨意的带领。主恳求你，接续咱要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教会是咱属灵的家，咱有勇壮的信徒，才有勇壮的教会。恳求上帝帮助咱，路就教会一日一日迈向上帝为咱引带排比，才会美好信仰团体的道路。咱为着咱的教会牧师、长老、执事，咱团契的干部、同工。咱各个团契来祈祷，因为有坚强，才会中集的团队；有坚强的团契的聚会，就要有坚强教会的，才会事工做运行。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互阮的牧师、长老、执事，拢伫上帝你的心意中面来照主你的旨意来行道。来热心服侍，真做会友的模范典范。主，阮恳求你，主，阮恳求你来帮助。主是的，主为着阮的教会，要迈向150周年来仰望。主，你互阮的理想目标，会当互上帝的圣神来带领阮。主，阮恳求你，主是的，主恳求你来帮助阮。接续，咱嘛要为着很主席一个新冠肺炎，咱台湾受到上帝的保守，咱阁会当伫遮来组织，总之真多的国家社会处境，互因真艰难。咱为着这个新冠肺炎，咱来祈祷，求上帝早互这个病毒会当早来得到一个解决。主，求主来帮助，来固守咱的土地，咱为着安尼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为着新冠肺炎，这个病毒流行伫侪国家，来造成这个死亡艰难，求上帝你来撤离，主你来堵去，主搁一摆，互世界的道路会当得到上帝你家己亲自的显明，来得到。有好的发明来治疗，来互真侪人的病毒来得到控制。主，阮恳求你，主是的，为着阮的一个新冠肺炎来祈祷。主，阮恳求你。最后要甲大家分享我所做的这首主导文，伫一个处境的下面，互我去感受到讲，咱常常伫教会的礼拜主导文拢是用读的，读久就无感情，就那亲像是一个礼仪的一个动作尔。所以我就想要来写一首有关主导文的歌，会当用唱的来代替用念的。所以这首旋律就真奇妙，伫我的心中，伫遐唱出来，我就将伊家写落来。所以伫这时阵要甲咱来分享，希望这首歌会当将主导文的精神来内化伫咱的心中。更较重要是，咱愿意照主的祈祷文来行踏，来活出主的祈祷文的精神。邀请咱做伙来吟。愿伫天你的美，愿你的名声，你的高临到你的旨意，正
为国冠领阳光，拢是你所代代母亲。回应诗348首，听者请起立，咱吟全首，求主教示阮祈祷。请坐，接下来是奉献，请奉献的时间，请准备。
坐，请起立。所食是根据伫周报正面下骹，今仔根据是马太福音第6章13节，咱台语读2遍，请。目的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目的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马太福音第6章13节。下面是介绍新的朋友以及报告。咱今仔日有来2位新的朋友，一位是林秋月姊妹，伊是中立教会的会友，请起立，咱用掌声欢迎。另外一位是林彩云姊妹敢遮请起立，咱用掌声来欢迎。咱由阮来唱欢迎歌。咱主持做一回，听互咱主持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回。听互咱主持做一回，欢迎这个林秋月姊妹甲着林彩云姐妹咱会当逐礼拜拢来咱教会来聚会，来甲咱同欢喜。煞尖咱这个招待组咱才邀请这2位姊妹咱伫个楼骹，咱甲因同心开讲。下面是报告。今日报告的代志有较济来头一项本会的消息，社会各界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伫个秋冬的时恐惊的升温，所以今年的野外礼拜暂停举办。第2项，本会国成牧师伫个今仔日主日前往台北三一教会讲道。第3，健康的讲座10月15拜四下晡。拜四早起10点到11点半，由马街病院台北社区医学中心甲着咱罗州教会合办，邀请双年团契踊跃参加，以及客友拢会当来参与。今日主题最主要是年老身体虚微，互咱会当人捌虚微症。第4项10月18。主日是台北中华教育事工奉献主日，主日学教育、生命教育、文图培养等事工甲教材的出版，请兄弟关心支持宗教教育事工的推行。第5项，圣德奖学金，经过审查得奖的学生有下面咱家己看，拢总袂少位咱定伫个10月15中央敬老感恩的礼拜来颁发得奖的这个奖学金，请以上的人员来出席来领奖。第6项，敬老会伫个10月25联合礼拜举行本会中央敬老感恩礼拜，收敬的时段70岁以上，同款伫个下面咱家己看，所以。咱时代的名若伫个内底，咱伫个10月25时，咱爱同款来出席。然后无写到的，咱请干事来
重新来登记，搁来更正。第7项，联合礼拜合堂，伫咧上午9点，所以合堂的时间有10月25中央敬老感恩礼拜，11月11圣礼典主日，11月22感恩节感恩礼拜。华府堂的兄弟姊妹，请特别留意。第8，每礼拜3暗时8点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兄弟踊跃来参与查考圣经守望教会。第9项，每礼拜4上午10点，双年读经班，欢迎双年团契甲新来的慕道友踊跃参加。第10项，每礼拜4暗时的8点，欢迎登记举行家庭礼拜。要登记的，请往叶秀兰长老来登记。另外一项，伫咧即个秀兰长老家，咱有一个爱餐的登记，然后即个负担的兄弟姊妹，你若对煮爱餐有兴趣的，咱会当往着秀兰姐来遮报名。所以咱的报名单会持续来报名。11项会计报告，请会友咱大家来看。团契消息：双年团契台语礼拜堂结束后，伫10点30分，伫咧1楼举行例会，欢迎客友踊跃参加，有准备中昼。第2，10月18台语礼拜后10点30，伫龙真长老的府上有举行同心团契10月份的例会，伊的主旨伫咧顶悬，咱家己看。刷只是集体的小通，家庭探访10月15拜4暗时7点半，伫咧林丽芳姊妹，伊的住所是伫咧5股。丽芳姊妹敢有伫遮？有伫遮吼。所以咱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与。第2，家庭的礼拜10月18，伫咧下主日下晡3点30分，伫咧廖国柱弟兄甲蔡美芝夫妇诶，即个府上举行伊的大汉老师娱乐要入去做兵的即个礼拜即个国柱弟兄有来无？无吼。咱伫咧下主日下晡3点伊的主旨伫咧光复路，伫遮咱家己看。第3，结婚的喜事，伫咧10月24拜6。下晡2点30分，咱龙真长老以及着丽珍姐妹伊的查某囝佩瑜，甲着即个卓汉先生新郎，伫咧咱教会要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踊跃邀请大家踊跃来出席观礼，来甲因同欢喜，关注祝福。当天暗时6点有设即个喜宴，即个喜宴设伫咧顶悬遮，咱也有看，咱家己看，请准时来参与。要参加的即个兄弟，请伫咧1楼公布栏遐有登记，咱伫咧遐写登记。第4项，顶礼拜6 10月7日，咱即个淑华执事的长女怡萱，甲着即个新郎新蕊伫高雄结婚，咱伫遮用掌声甲恭喜。淑华姐敢有来？无吼。淑华姐呢，伊有交代，伊伫咧楼骹1楼有准备着即个喜饼，要甲咱大家兄弟来分享。所以煞接了后，即个礼拜后，咱才伫咧下骹来享用伊的喜饼。第5项，陈明忠先生甲陈冠基的父亲。这是第5、第6、第7、第8，这是集体的代祷，甲着喜事的代祷，甲着心灵的代祷。咱伫咧遮同心来为因来祈祷。总会甲中会教界的消息。第1项，10月17，台北中会伫咧3支做即个海边的净滩活动，报名的兄弟姊妹伫咧8点半伫教会集合前往。第2项，10月17，
拜六上午9点半到12点，台北中华教育部举办安怎互囡仔谈性，如何与孩子谈性教育讲座。地点伫咧新庄教会，主旨伫遮，这是免费参加，请先报名。报名时间到10月11截止。第三项，台北中华传道部举办中职训练，地点伫大长亭教会。第一有初阶的训练，上午9点，初阶的这个训练是10月17，拜六上午9点到1点，教会管理、团队的伦理。第二，这个进阶10月31，上午的9点到下晡1点，牧者甲中职灵性的培养，邀请中职踊跃参加报名。再一项，第四项，10月31，拜六上午9点45到12点15，台北中会这个事务部举办，这个会议的记录、会员名簿的管理、合会手册，甲行政教导书记演习会，地点伫新店教会，这嘛是免费，报名来参加。欢迎中职同工甲团契会友踊跃报名参加。以上煞遮，咱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消息，要互大家兄弟姊妹来了解。咱请这个音控麻烦你放一下。咱这个12月25，就是圣诞节，所以咱伫圣诞节前夕有一个报佳音。所以马可福音18章15节，耶稣阁甲因讲：你应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16章20节，学生出去，逐所在宣传，主甲因做工，用对因的心力证明这的道理。这是大家来阿门者，来刷接，来。咱来看一下2019的回顾罗州长老教会传道都报佳音传福音的活动花絮，来请。有音乐哦。咱伫咧顶年也有准备足侪事工，你看有准备礼物这个圣经啊、糖果还有气球，你看大家同工拢伫遐咧包，咱嘛有伫咧咱教会头前。来唱这个唱歌，来记得明仔载这个圣诞节。还有这里今天讲。好，舞跳完啊，大家拢获得礼物。甲气球要创啥？恁知无？要报佳音咱的报佳音地点伫咧倒位？敢知？就伫咧迄条足老热的咱去英联西的头前去搭因的队所以咱你看大家拢手看足侪物件迄物件内底有啥物知无？有圣经有糖果饼干来，我看。这是个书，合成的书。在回忆去年咱有做老热的很踊跃大家伫咧遐拢接受到咱足侪福音，互因足发出去足侪的这个信心。这是咱活泼的一面。咱伫咧内底创啥？跳舞、快闪。这是咱去年今年呢，咱同款，咱要招募报佳音的同工，传福音，报佳音，
大家一起动起来。所以咱今仔日最主要是提前部署。我觉得你可以，你可以吗？哦，足大声吼！来下一张。嘿，有看到这张 logo 无？中吼，各位看中迄个是啥？哈？不是哈，那是圣灵的鸽子。来，麻烦点者哈。顶管的英文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泸州教会，中迄个是圣灵的鸽子。下面呢，150周年即将到来。来下一张，这是背后的 logo。代表什么？来，也是哥林多后书5章7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好啊，这两个 logo 别创啊，来，报佳音的 polo 衫，哦，头前到后壁，啊，这是大人要穿的哦，哦，这张哦是 T 恤，这是青少年，哦，就是青少年较细汉的，包括主日学，哦，囡仔因来穿这个 T 恤，好，这是咱今年报佳音的活动，所以伫遮提前部署，邀请大家共同出来，咱共同来报佳音，看会当比明年搁较热烈、搁较精彩无？以上。尾变诗402首，请起立，咱吟全首。吟煞了，请于娟牧师为咱来祝祷。恳求主灵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愿因欠你是正。咱同心来领受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遮阁补充一下，咱即个普罗山放伫楼骹1楼，会当透凉。透凉完的是，咱有一个登记表，咱伫遐登记。吼，以上密岛避讳。另外吼，咱伫个每礼拜二暗时7点半，咱伫个遮有即个快闪活动的热舞。吼，咱邀请大家兄弟有闲的，大家同心来学习来跳舞。